平安夜23、24號左右啦。你搞佢嘅？冇，唔係嗰陣時咧開始有少少曖昧。哦，跟住咧緊佢傳遞一啲知識俾大家開始有少少嗰啲叫做即係叫做氣味上嘅交流。你。題外話啦，你平時你哋會唔會有互相送唔好聖誕交換禮物啦生日禮物啦，唔會特別。唔會特別送，即係去到唔送生日禮物都唔送啊？都癲喎！你唔係後生。聖誕可能都未必送啊，生日咧唔會特別送咯，因為可能唔係生日嘅話，平日可能你覺得有啱嘅嘢，可能你都會送噶嘛。即係你有冇試過因為講錢同即係任何嘅男朋友失過感情先？即係一講到錢真係鬧交先。又或者你身邊啲朋友咯，我諗佢自己又未必有，有冇呢咁嘅 case 啊？好似自己真係會比較少喎。自己少。係啊，朋友之間，我啲 friend 都係兩個即係一齊夾份做生意咁樣咯，係咯，咁24小時見咁樣，可能咁樣嘅情況下會多啲錢銀上面嘅要處理。